今年嘅巴士路線計劃建議85P 繞經馬鞍山市中心同埋耀安，但我就會形容咧算係走回頭路啦。事緣呢1年幾以嚟咧，85P 同埋85X 都發生過重大嘅規劃轉變嘅。我哋而家嚟到泥涌總站，專程去搭一次啦。喺車上面同大家慢慢傾啦。去程嘅班次係7點3開出，只次一班嘅啫。咁喺14鄉咧就有6個人上車，之後就繞經白石啦，咁就有3個人上。7點22分嚟到烏溪沙站，經過利安村之後再轉上錦英苑啦。咁呢度就比較多人上車啦。過埋錦英苑之後咧，咁呢段路就有啲變化咯。85P 嘅前身就係85X 嘅特快班次，原先咧就喺過咗錦英之後轉右行經馬鞍山市中心同埋耀安。過往咧都非常之受馬市同埋耀安嘅街坊歡迎嘅，甚至係佔咗大部分嘅客源啦。咁喺2024年咧就改組成為85P，飛起咗呢啲大站喎，改經亞景台上公路，同埋延長去泥涌開出，似乎咧就準備隨時可以延長14鄉噶啦。雖然就引起一啲爭議，咁但係就總之就實施咗啦。咁而家7點40分抵達大老山隧道啦。撇除幾個喺隧道口落車嘅人呢，以成個馬鞍山嚟計，其實淨係得40幾人搭過隧道嘅啫。呢個仲要係由2班減到1班車之後嘅情況嚟嘅。咁7點9出到去楚怡花園啦，之後喺裕港灣都幾多人落車喎。然後依次途經九龍城同埋馬頭圍，大概8點去到土瓜灣嘅下路。另一個比較多人落車嘅地方就係庇利街同埋學園街。紅磡廣場附近咧都算係幾多人返工嘅。最後8點3去到紅磡碼頭，啱好1個鐘啦。唔知大家覺得今年 RPP 建議走回頭路啱唔啱呢？我就覺得係好事嚟嘅。不過如果當初規劃嘅時候有注重返馬鞍山市中心同埋耀安嘅受影響乘客呢，其實可能直頭係唔使飛走呢啲站嘅，更加唔使而家改返轉頭咁麻煩啦。